完了，这回不仅行程完成不了，连国都回不去了。别着急，泰国的比赛是在后天，我们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说不准他们就能帮我们找到呢。可是从监控上面只能看到小偷的背影，怎么找？中国人吗？对呀。怎么了？护照丢了？是啊，我们正准备报案，看看能不能找到呢。我跟你们讲啊，找护照这事儿别找法国警察，他们根本不管，而且办事效率极其低。听我的啊，见到警察什么都别提，就直接让他们拍一丢失证明，然后拿着这个丢失证明去中国驻法领事馆办一个临时旅游签证，也就半天，1天肯定能办好。这样马上就排到我了，你们先去一会儿，我不着急。谢谢。谢谢啊。嗨，客气什么呀？中国人嘛，在外面谁不有点难事啊，是吧？以后在国外啊，一定要把护照这种重要的证件贴身保管。好，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注意。好在你把之前的护照、签证、身份证都存进了邮箱里，要不我们也没法给你补办了。那旅游签证什么时候能办好啊？最快也要明天吧。等我明天拿到了临时签证，我就先买票回国了。接下来的比赛，就只能你自己去了。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一定凡事要3思而后行，千万不能冲动。尤其是在打比赛的时候，打不赢就赶紧认输，千万别嫌丢人。要是受伤了，你也别扛着，得赶紧去医院。行了，你比我妈还啰嗦呢。徐思雨家到底到没到？前面就是了，左转，再左转。哎，你看什么呢？没事，走。Un instant, j'arrive tout de suite. Oui. Excusez-moi, Madame Emma. 徐思雨n'habite plus ici? Il est parti il y a 3 jours, avant même la fin de son contrat, qu'il finit fin d'année. 怎么回事啊？他说思雨在3天前把房子就给退了。你说他电话也打不通，房子又退了。你说思雨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肯定不会。哇，好漂亮啊！当然要为你亲自戴上了。好了。风雨也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灯，那扇窗口。一路平安。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哎呦
情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傻傻看，只要和着你在一起。Lynn Meyer, êtes-vous de retour à Paris pour développer votre carrière? Professeur, cette fois-ci, je suis à Paris avec mon patron. 我很把压着读他的业。Il est le coup directeur de la compagnie Oshi, que vous m'aviez conseillé. Monsieur Ouyang， 这是我导师佩吉特先生。Enchanté. Nice to meet you. Mais dites-moi, quand vous êtes retourné vivre en Chine, avez-vous obtenu de bons résultats au sein du groupe Oshi? Pour le moment, je suis l'assistante administrative de Monsieur Ouyang. Assistante administrative? Mais vous avez un talent immense. Comment pouvez-vous consacrer vos meilleures énergies à faire des photocopies, préparer des cafés? Votre destin est la création. Monsieur Ouyang, Lynn Meyer pourra réaliser de grandes choses si elle a un poste en recherche et développement. 他是在跟我说话吗？他说什么？啊，老师说，巴黎今天的天气糟透了。这句话这么长？我今天天气挺好的呀。他还说，他觉得你很男人。Thank you. Il dit qu'il est pensé complètement comme vous. Ah, bravo, bravo. Ne vous inquiétez pas, professeur. Je vais bientôt être déplacé dans l'institut de recherche. Je suis très heureux d'entendre cela. Et j'ai bien hâte de vous voir à l'œuvre. Ah oui, professeur. Je voulais vous demander par rapport à Xu Siyu. Si jamais vous saviez où elle était. Mais elle a déjà quitté l'école. Ah? Oui. 什么意思啊？老师说思雨休学了。爸，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休学回来？丫头啊，以前我就跟你说过，是你的，你赶都赶不走；如果不是你的，你也强求不来。既然你自己已经做了决定，就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还需要我说什么呀？爸，您说的我都懂，可这次不一样，我不想再等下去了，我要主动去追求。毕竟，什么都没有我的后半生幸福更重要。这个学我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把它修完，可是爱情错失了，就很难再找回来了。您说对吗？自己去经历吧，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你的财富。记住啊，丫头，有你老爸在你身边，支持你，啊，走吧。你说，思雨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走得那么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还想给她个惊喜。欧阳，你说思雨会不会想给我们个惊喜？所以她现在应该已经在飞机上了，打电话才打不通。行了，你就别瞎猜了。明天不就回国了吗？回国你当面问他不就行了？啊，你说你大过年在哪儿啊？我都快饿死了。前面就是了。
，sorry。你怎么啦？没什么。美呀Tu es venu spécialement en France pour me voir Oui. Eh, dis-moi, est-ce que tu es toujours avec ton copain Hein Dis-moi. 哎，差不多就行了，还没完了。C'est qui lui C'est ton copain Je le reconnais pas sur la photo. Non, ce n'est pas mon copain. Il est juste mon patron. Du pain C'est moi qui l'ai fait. Tiens, il est super bon. Merci. Moi aussi, je suis son patron. 他说什么？他说你长得很帅。谢谢啊。弄得挺好看的了，什么时候能吃上呀？ Même après tout ce temps, elle a rien perdu de sa technique. Super. C'est beaucoup mieux ici. On peut faire tout ce qu'on veut. Bah pourquoi on n'ouvrirait pas une boulangerie ensemble alors? 哎，我说这老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自打一进门，他那眼神就色眯眯的，没从你身上移开过。是，不光他色眯眯的看着我，我还色眯眯的看着他呢。我说你中国新时代女性，你能不能矜持点？ Eh, tu te souviens? Le vieux monsieur qui t'a donné cette petite carte. Il t'a dit que s'il pouvait, il pourrait t'aider. Même s'il a envie de demander. Il ne pourra pas faire grand-chose pour le passeport. 欧阳，好了，来尝尝蛋糕。好吃。哎，慢走啊！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你出钱帮我开店，还来照顾我生意。你新店开业，我讨个头彩。周叔，来，给你买的。哎呦，开业大吉！哎呦，谢谢，谢谢啊，谢谢。哎，这哪好意思？你朋友啊？啊，一个朋友。董事长夫人好。我们认识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哲，是郑叔叔的朋友。同时呢，也是咱们欧式集团销售部的经理。啊，我们也刚认识不久。
你好。来，老话说，男人抖腿不好，穷。董事长夫人，我跟郑叔叔之所以会认识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误会。有天我下班的时候，遇见欧瑞欧总，我发现有人在跟踪他，而那个人恰好就是郑叔叔。出于对于欧总人身安全的考虑，还有对集团的负责，我虽然没有马上报警，但我还是调查了一下郑叔叔的背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些我不应该知道的你们之间的陈年旧事。但是您放心，无论是出于对您、对欧瑞，还是对于集团的考虑，这些事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一个人提起。但是我今天之所以坐在这儿跟您聊这些，是因为我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了董事长在公司运营方向上的一些动作。因为欧瑞跟我提起过您和董事长之间感情的问题，联系两者，我有理由相信董事长的这个动作会影响到您和欧瑞将来的利益，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儿向您提个醒。什么动作？公司很快就会获得一笔海外的注资，数目不小。董事长在稀释股东的股份。小瑞把我们的家事告诉你。是。你跟他是什么关系？我是他男朋友。你们交往多长时间？快2年。李东，哟，梅姨，您怎么来了？我到财务给大家报账，顺便来看看你。欢迎，您坐。不打扰你吧？不打扰。您喝水。谢谢。薇薇这2天表现得怎么样？比以前强多了。我跟你说，梅姨，薇薇这个丫头啊，欠管教。她要是有表现不好的地方，您尽管说，不要给她留面子。一定。对了，薇薇病怎么样了？薇薇什么病啊？你司机说了，她这2天病了，要请几天假。他说这事儿你知道啊？我不知道啊。那也就是说，薇薇现在不在店里边？不在店里啊？
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这丫头怎么还关机了呢？爷爷，您见到薇薇了吗？什么？我说您见到薇薇了没有？薇薇啊，薇薇这个点儿，她应该在老店呢吧？不在，一天都没见到人，还跟小赵说跟我请了假，净骗人。现在哪都找不着她，手机还关机了。不，您再仔细想想，她没来找过您吗？你说她跑了？不会啊，她兜里没钱呢。哦，对了，不是她昨天还跟我借钱来着，我没借她。薇薇管您借钱了啊？坏了！没有啊，不是，我记得我就放这儿了，我天天放这儿，我每天我还擦呢，这怎么就没了呢？爷爷，别吵了，别吵了，您坐，怎么就没了呢？你说说，这乖了去了，这是跑不远，跑不远，跑不远。哎呦，我先放哪儿了？1960年大师作，全球限量100把，编号第49。说什么呢？我听不见。爷爷，我说啊，这把斗啊，全球限量就100把，1960年大师作，您最爱的那一把，编号第49，它不见了。就你说呀，我早就这知道。是的。哎呦，你说这翻箱倒柜了，找这么半天找不着，那肯定是丢了。东东，你得想方设法得给我找回来。我跟你说啊，那是你奶奶临终前送我的最后一件礼物，是我的最爱，新的，我一次我都没用过，我舍不得。哎呀，这老鼻子钱了。是，爷爷，您看，我知道这把斗对您的这个意义，这是奶奶特地送给您的，是您这一辈子的念想，是我们全家的无价之宝。您放心，我一定把这把斗给您找回来，行吗，爷爷？我跟你说，你得想方设法给我找回来。哎，他得给卖了，要是卖了那就找不回来了。你说他要跟我借钱，我借给他不就完了吗？哪有这样的事儿呢？他肯定是缺钱，把这个东西给卖了。你，哎呦，这可怎么办呢？那就等于把你奶奶给卖了，那我这念想就没了。哎，爷爷，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爷这么想事儿可就大了。我跟您说，您身体不好，心脏不好，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你想着再出什么事儿，我可担不起这责任。爷爷，我跟您说啊，就算黎薇薇她大逆不道啊，真把这斗给卖了，我也一定替天行道，花多少钱我也把这斗给您赎回来，行吗？原封不动的送回到您老人家跟前。说话算数，我保证。好，我替天行道，我听你的。你一定给我找回来啊！我一定找回来。那找不回来怎么办呢？找得回来，找得回来。少长，您稍等一下，我现在就打电话，行不行啊？您别着急。我早知道我就是把钱借给他。说人气，我现在打电话，别着急，千万别着急啊，爷爷。
喂，小乐，马上查一下各个航空公司有没有黎薇薇的订票记录。对，现在马上，查到之后马上告诉我，就这样。爷，您听见了啊？我没听见说什么。我让人啊去查黎薇薇的行踪去了，看她最近都去哪儿了。您放心，有什么消息她立马会反馈给我啊。爷，您千万别着急，您顺着气儿，这抓紧啊，抓紧啊！抓紧啊！抓紧啊！爷，您别着急。哎呀，啊，你顺着气，顺着气。Au revoir. Merci. Merci d'être venu. Salut. Salut. 喜欢你就像是某个雨天里的气息，淡淡静静让我很安心，徘徊在你手心的秘密，让我们一起解开这谜底，跟在你身心跳莫名，不规律，原谅我没有及时的离开心里，是因为你怕牵我的手我会逃避，还是我没有吸引力和你？没什么。走吧。Sorry, sir, there are no rooms left. We only have king-sized rooms. OK。咱们真的要住在这儿吗？欧阳，就这张大床房，咱们俩怎么睡啊？要不然咱们换个酒店吧。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哎。我睡沙发，你睡床。我睡沙发，你睡床。我睡沙发，你睡床。我一大老爷们儿，我睡床。哎呀，哇！哎呀，你还别说啊，这个沙发还挺舒服，比我们家床舒服多了。哎，我说你能别这样吗？你能别睡这儿吗？你让我睡床，你睡沙发，这传出去多丢人啊！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这不是告不告诉别人的事儿，你是不是二啊？这么大这么软张床你不睡，你非要睡这儿？我怎么了？你看看你，你都打1天比赛了，眼角还受伤了，你懂不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精蓄锐，保证睡眠，这样你才能报仇雪恨啊！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加油加油加油，我很轻松的。这么关心我？那我先去洗个澡。啊？要不你先洗？
我去洗澡了。我没买洗漱用品。我洗不洗澡，我跟他说什么呀？他洗不洗澡关我什么事儿？李美雅，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啊？深呼吸。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咱们不都说好了吗？你坐沙发上干嘛？大主啊，我已经决定了，我睡沙发，你睡床。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受伤了还要参加比赛，你就非要让我睡床 ，OK？ 我已经决定了，我明天跟你一起回国。你刚说什么？你为什么要跟我回国？你不继续参加比赛了吗？不比了。你怎么能不比了呢？不是说好了要找那头蠢熊去复仇的吗？复仇的时候你不在，多没意思呀！万一我又受伤了，身边没人照顾怎么办？欧阳，这场比赛你准备了很久，你千万不能因为我放弃比赛，要不然我会觉得很内疚的。你千万别内疚，啊，相信我。哎，赶紧睡吧，我去洗个澡。吃点叔叔，碗面坨了。啊，小哲，哎，你看刚才你跟小瑞妈妈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您觉得哪儿不合适？啊，主要是有关你跟小瑞的关系问题。这事儿啊，我觉得早晚都得说。既然碰上了，那就实话实说呗。哦，还有啊，关于我偷偷跟踪小瑞这件事，小瑞他妈妈说了，让我先别见小瑞，他会安排合适的机会，我们俩再见面。你刚才这么一说吧，也是啊。你看，你要是能见小瑞，也不至于去跟踪嘛，对吧？这事儿确实是我先考虑，对不起，叔叔。哎，咱们不说这个啊，您监狱那几个朋友啊，咱们可能还得麻烦他们。啊，又有什么事儿？欧阳过阵子呢要去泰国，您说如果欧阳在泰国出了些什么事儿，对欧长明算不算打击？我刚才跟小瑞妈妈说的那些，你应该也听见了。欧长林现在在稀释公司股份，他的钱过阵子可就不知道去哪儿。他以前把你害得那么惨，
你不趁这个机会，让他补偿补偿你？你的意思是，让你的朋友想想办法，在泰国把欧阳绑了，然后长林出气。我过段时间把欧阳的行程还有资料都给你，您考虑考虑，做与不做呢，您自己决定。你今天带我去过的有些地方，我上次在法国被蒋一龙追的时候，我好像都去过。